春节连假结束，台南另外一个活动高调就是元宵节的咸水风炮。去年甲前年拢因为疫情有限制放炮地点，不过今年已经完全恢复传统的模式办理。为了邀请过来外游客再出来咸水体验这炮声的威力，记者会中嘛展示东港主炮声的风炮相当壮观，借此感念关心帝君的行为献血，来保庇大家平安。其中有位特伫记者会宣传进前，嘛来武庙行七星平安桥，并且一一分享大家会当家己动手做的应景造型花灯。欢迎大家来感受一年一度的咸水风炮。元宵节全台湾各地都有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活动，但是大家不管去过哪个活动，都一定要来盐水风炮走一遭。为什么？你来到盐水，既可以看风炮，又可以看月津港灯节，还有月之美术馆，一鱼三吃，一举三得，所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划得来的 ，CP 值又高。更何况我们盐水的许多小吃跟美食也都吸引着各位，而且许许多多的古迹也值得大家去探访，更还有岸内糖厂，那还有许许多多大兴营区的一个观光景点，都值得你来做3天、5天、1日游也都可以。所以说，欢迎来到盐水，欢迎来到看看盐水风炮、月津港灯节，还有月之美术馆，3合1等着你哦。咱咸水风炮配合咱月津港的灯节。会使讲全省的游客来咸水，会使讲算上好看，咱唔免门票来咸水食一个意面上好看的所在就是讲来这消费省，佫有足好看的。佫有一点，咱今年迄个风炮的路线表咱有迄个 QR code 扫的，咱有4条路线，新桥位置是由新港保全甲咱提供，你着咱。足紧看到咱新桥行到对的所在，会当来掌握这个闹热的情况所以伫遮简单报告。当然，体验风炮要算刺激，要算欢喜，市府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有几套安全装备，炮声嘛要注意有合格标示。到时对2月4号新桥示警开始，5号元宵节暗时9点，就伫咸水国中操场放4座主炮声。根据了解，今年向咸水相对所登记的炮声已经有46座，有计登记杂志将超过100座，规模比往年拢增加。但新闻管制何强邦采访。回到正中间，好。